再来看这找人担罪，敢真正担会过咧？伫台南市呢，这警察是发现一台轿车，那像甲顶日的这个车号替人担罪有关系。结果警方查车的时阵呢，这驾驶煞油门甲吹落，就安尼甲浪降去。另外，伫高雄的凤山呢，是发生一件食酒赛车烧弄的意外，一个姓陈的查甫人因为想要闪罪，甲警方讲这车是别人驶的，落尾因为监视器看现人也是走袂去。 看到远景行过来要砸车，白色的轿车想要走，油门打落先弄头前的车了后，佮随倒退路弄到远景的奥多摆，就对边啊倒走去。台南市警方20下晡伫中山东路发现这台车辆，疑似是顶港替一件车高接名打罪迄台车，远景要求驾驶落车煞险险啊去互车弄。警方表示，因一路捉到一大停车场，只有看到车，人已经走甲无看影。该逃逸车辆停在本市中西区五妃街一处停车场内。 且驾驶人早已逃逸无踪，令该车辆已由鉴识人员采证完毕。本分局将通知车主及驾驶人到案说明。除了持续追查，针对驾驶的行为，目前台南警方也将按照公共危险、妨害公务、甲毁损等罪嫌依法侦办。另外，高雄凤山有关路21下半暝，一名姓陈查甫人食酒赛车甲计程车相撞，警方到场处理，姓陈查甫人说讲车毋是伊驶的，代替伊驶车的姓洪的查甫人去摕物件随转来，李姓因为稳将，无论警方问啥拢提唔知。原警感觉可疑，去查监视器发现车根本就是姓陈驾驶家己驶的，因为酒测达到0.45，为着要闪罪。 就讲白菜叫人来打罪。正南以涉嫌刑法第185之3条公共危险罪、第164条顶替罪及第214条使公务人员登载不实罪。洪南及杨南亦以涉嫌刑法第164条顶替罪及第214条使公务人员登载不实罪，移请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。 因为驾驶有食酒，警方处理事故特别认真，看到监视器画面翕现，姓陈驾驶知影代志别空，也唔敢搁坐。记者柯家如李新武、柯昭阳高雄台南综合报道。